后来这两天天气小可反凉，空气污染柜嘛提早来报道，讲这几天来自中国的臭氧会影响到台湾，因为今仔日环境的风场是偏东南风，加上这个西半部的天气稳定，空气污染散较袂掉。中昼到阴暗日暝，这规个西半部的空气品质拢真歹。有10外个县市达到这个红色的警示的等级，都要到后日拜四，方面较为落雨，这个空气才会改善。所以乡亲这两天出门，会记得挂喙安，一来防疫，二来防垃圾空气。规台湾西半部拢是黄色的，中国沿海地区的臭氧、臭空气慢慢啊吹过来，西半部的民众爱挂喙安。今天上午开始，臭氧已经慢慢有上升的这个情形。那由于整个臭氧是经过太阳光照射之后剧烈产生，在中午到下午在入夜之前呢对于臭氧的这个污染的情形要提醒大家。中昼到暗时这段期间，规西半部的空气的品质拢有机会到红色警示的等级。最近大气比较稳定，环境的风场又比较弱，然后又不容易下雨，所以当本地产生污染源，它不容易被雨水或是比较强的风带走。像这样子扩散环境不好的情况之下，就容易产生污染。环保署估计，一直到七十方面报道落雨以后，这个空气的品质才会改善。所以讲提醒乡亲，这几天出门的时，一定要挂喙安，除了防疫，嘛会使避免垃圾空气的危险。